客家话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是我徐薇老师，今天教你用客家话自我介绍哦。第一句话跟我来，请你来收给你几家，请就是请，你就是你，来就是来。我们说介绍客家话叫收给，反过来哟，少介，收给。你自家就是你自己哟，请你来收给你自家。好，你就说我的名字叫做春慧，我的名字按到春飞，我就是我，我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名字就是名字，名字我的名字按到就是叫做春飞，春飞其实是徐薇妈妈的名字哈，妈妈叫春飞。那像我徐薇呢，我就会说我的名字按到七位，会啦。好，那你是哪里人呢？你是哪位人哦？你就是你，你是就是你是哪位 where？ 你是哪里人呢？你是哪位人哦？我是苗栗人啦。我是苗栗人，我是苗栗人，这样会了吗 ？OK， 我们来看示范演出哦。请你来收给你自家好吗？我的名按到mini，你是哪位人？我是公干人。OK， 我们来角色扮演哦。你是哪位人哦？我是台北人，我是台中人，我是高雄人。哎呀，全国都在学客家话咯，按字 say 哦，再见。